香港興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喺香港扎根40多年，以 Pride 價值觀作為信念同使命。集團以創新為先作為核心，追求卓越嘅堅定信念，致力建構以健康為本、獨樹風格嘅社區同生活體驗。大家好，我係你哋今日嘅導賞員 Cyrus。等我帶大家了解下香港興業嘅核心價值，同埋我哋嘅團隊喺日常崗位究竟係點樣實踐 Pride 嘅理念啦。跟落嚟。我每日都揸船接送居民，最令我感動嘅係將乘客安全咁送去目的地。佢哋嘅笑容都俾我感受到，我嘅工作唔單止係一份職業，更加係一種對社區嘅關懷同貢獻。而我每日工作都過得好充實，除咗日常營運之外，我哋會為商戶行多一步。希望為佢哋帶嚟卓越同埋嶄新嘅服務，致力為愉景灣打造一個既休閒又高質嘅社區。我哋好重視每位住戶嘅福祉。作為物業管理團隊嘅一份子，我每日都會同住戶溝通，主動聆聽佢哋嘅需求。最開心嘅係住戶會好似朋友咁樣，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生活點滴。呢種滿足感係推動我每日前進嘅動力。作為當值經理，我嘅角色係確保酒店嘅日常運作順暢。就算遇到突發情況，我哋都會利用我哋嘅專業知識為住客解決問題。我哋仲會協調團隊，務求為住客提供一個最優質嘅服務。每一份努力都係我哋對住客嘅承諾。我哋嘅團隊每日以 Pride 嘅核心價值，致力為愉景灣創造一個更美好嘅未來。我哋深信，只要我哋秉持住呢個價值觀，就一定能夠為呢個社區帶嚟真正嘅價值。期待你成為我哋嘅一份子。